自己一樓嘅有80平方嘅大花園，呢個都仲未夠。最緊要咧就我哋前面係一個無敵景觀嘅一個中心河濕地公園啦，相當於將個公園搬入屋企咁嘅感覺啊！哈，喺呢度種啲花花草草，哇，非常之舒適啊！中海十里觀瀾嘅樓王單位就係我哋呢個135平方4房2廳2衛嘅一個南北通透一個小洋房啊！睇下我哋呢個客廳啦，非常之闊落，而且裝修非常之有檔次喎，業主花了將近100個嚟裝修噶，哇，感覺下，哇，非常之舒適吓，而且過嚟睇下我哋呢個餐廳啦，餐廳嘅話同樣咧係非常之闊落嘅喎，可以坐6到8個人啦。最緊要咧就係我哋後邊呢度啊，仲有一個好長嘅陽台，呢個陽台咧係對住我哋嘅後邊嗰個花園嘅喎，中意嗎？可以評論區留言咩？